Hello， 真福气的阿嬷，要来甲大家请安问好，大家好。我今日要特别来介绍大饼扫。台湾的俗语咧讲，大饼扫会大富贵。无论是住别庄厝、透天厝、社区大楼，伫过年的时阵，拢会提早来饼扫，恐惊有真济的噪音来影响着厝边头尾、楼顶楼骹，所以我今日特别介绍大饼扫。大饼扫会大富贵，这内底有念谣，嘛有押韵的，咱做伙来读看卖。农历12月24，家家户户庆春日，四大人就先交代，大细汉做伙来拼。阿爸负责新面厅，阿母负责饼灶骹。大囝知影洗门窗，囡仔囝共款撸涂骹，真正拢无大细声。济人甲咱学了押韵的。点点下暗暝，骹步轻轻踏。过年在饼扫，轻轻拢无声。厝边头尾拢无听，楼顶楼骹无噪音。